正甲社区每个月定期举办各项宣导活动，这次来到正甲幼儿园，甲小朋友分享居家安全、甲救人自救的各项知识。今天的话，主要是到我们里内的正觉幼儿园来做一个妇幼安全，然后消防还有交通安全的一个宣导，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可以快乐的成长。那就是我们都会定期的到幼儿园来做一个宣导的活动，然后跟我们的幼儿园老师们就是做一个连线。那有什么问题或状况的话，都可以及时跟我们的里长或者是守望相助队的一些干部啊做联系。那今天这个宣导主要希望带给小朋友一些什么样的知识？主要的话就是在家啊用火安全啊，或者是在外面，如果今天跟爸爸妈妈出去的话，可能要注意到交通安全，或者是说防范一些犯罪等等。然后最主要是现在的家暴的问题的话，其实蛮频繁的。那就是希望可以透过一个宣导，让小朋友们了解说家暴啊，或者是性侵害这些的案件，然后如果真的发生了，要怎么去做求助。消防人员现场展示各项救灾器材，让正甲幼儿园的小朋友大开眼界，同时也让小朋友亲自体验救人的分秒必争。掌根放这里，要掌根，然后身体往前，身体要往前，往前倾，屁股要起来，对，这样用力啊！好，压力下，2下、3下、4下、5下、6下、7下、8下、9下、10下、12下。好 ，OK， 好，很好，掌声鼓励一下，拍手。正甲社区透过活动宣导家庭暴力防治、居家防火观念、急救技能等知识，号召社区邻里共同参与，也让小朋友自细汉认识各种安全观念。若是遇到紧急状况时，嘛会当救人甲自救。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。